大阪地鐵全線制霸。上集介紹咗最重要嘅紅色魚塘根線同埋呢幾條遊客常用嘅地鐵線，呢集再講埋另外3條路線。本身想輕輕帶過就算，做呢條片嗰陣先發現原來沿線有咁多攞高分嘅餐廳，仲有景點。四橋線同界根線一樣，都係用嚟舒緩魚塘根線嘅擠迫情況。佢同魚塘根線嘅距離更加近，直接喺梅田出發，去到心齋橋附近嘅四橋同埋難波，然後再去到南面嘅住宅區西梅田站。睇落冇梅田站咁近 JR 大阪站，但係要搭翻關西機場嗰格下路卡。西梅田站係最近嘅地鐵站。去神戶嘅話，一喺地鐵站出嚟就轉到阪神電鐵。西梅田站呢邊都有唔少大商場，最新開幕嘅 Kitty Mall， 東京、福岡都有，喺大阪係第一間，有賣嚟自日本全國各地嘅特產、手信、美食，真係唔同嘅市縣都有自己嘅鋪頭賣自己嘅產品。呢一邊咁近下路卡個站，似乎會越嚟越熱鬧。隔籬嘅 Hermes Plaza 行高級路線，好優雅，啱貴婦行。除咗賣名牌包包，仲有高級家品、高級餐廳等等。有一間 Sony 旗艦店，可以講係 Sony 嘅產品體驗館咁，唔算好大間，但係應該係大阪唯一一間 Sony 直營店。梅田附近有好多高級 office， 北新地就係啲高級俱樂部、酒吧聚集、夜生活豐富嘅地方。我已經有嗰啲瘋狂開酒陪酒嘅畫面，好似唔係好啱遊客咁。不過其實呢間北新地三文治最出名嘅係雞三文治，加咗好重嘅 mayonnaise， 比較 heavy， 仲有國產特選牛三文治等等，真係嗌平，但係依然好受歡迎。Tabelog 上面嘅評論話，啲人買嚟送客嘅，淨係開夜晚嘅啫。行遠少少，有一間豬肉串燒嘅餐廳，串燒係豬嘅唔同部位、內臟，感覺唔係啲咩高級美食，但係唔少評論都話串燒做得好好食，餐廳氣氛熱鬧，一份套餐5000 yen 起。市江45號稱係食由九州鹿兒島自家養雞場直送嘅靚雞，一份套餐大約6000 yen， 食雞肉火鍋、雞肉刺身、燒雞等等嘅精緻料理，最後用碗親子檔嚟收尾。好似話係得老闆一位做嘅小店，同頭先嗰間比，呢間餐廳唔會好嘈，好靜。下個站肥後橋大阪科學館，佢其實都係太空館，裝修有啲似係香港嗰個，入面有好多體驗。就算唔識日文都容易明，啱小朋友去玩。頂樓有個拱形天幕，好似香港太空館咁有嘢睇。附近有一間拉麵好出名，好多評論都話雞白湯好 creamy， 濃郁得嚟唔會死鹹，好好飲。另外加少少錢就有嘅肉壽司，有人話可以唔使嗌，亦都有唔少人話入口即溶，又有人話比預期好食，好 surprise。總括嚟講，無論喺 Tabelog 定係 Google， 好多人都話好滿意。而且一碗麵都只係賣1000 yen。呢間小店唔少人都話要排好耐隊，就算入咗去坐低，都要等一段時間先有得食。不過個湯好掂，同埋個雜錦飯都好食。雖然烏冬係比較幼身嗰種，不過依然好有咬口。整體評價都好高，但係如果心急就可能要去第二間啦。呢間咖喱，有啲評論話佢係大阪最強咖喱，最出名嘅蔬菜羊肉肉碎咖喱。賣相唔算特別吸引，有人嫌飯俾得太多，但係咖喱非常香濃，冇羊騷味，鮮味十足，好多人俾5粒星，亦都有人話容易賣晒，要早啲去食。附近有唔少受歡迎嘅麵包鋪，喺地鐵站出口附近嘅呢一間西式麵包琳琅滿目，每個人推薦嘅麵包都唔同，嗰個笑哈哈嘅忌廉包都幾多人話好食，不過啲人話收錢嗰個女人態度好差。喺中之島嘅呢間 Paris H，喺 Tabelog 差唔多有成4分，一樣係琳琅滿目，做得好精緻。黑醋栗子、士多啤梨、開心果嘅3色麵包，好特別，用料好豐富。雖然價錢都幾貴，一個包大約500 yen， 不過都係好受歡迎，要排隊入去買嘅。下個站本町可以轉到中央線，而行過去轉魚塘根線就要穿過晒成個中央線月台先去到。四橋線呢邊好近人公園，曾經係一個空軍基地。後嚟變成市中心嘅公園，啲玫瑰好靚，更加有150棵櫻花樹。櫻花季期間非常熱鬧，唔少人會坐喺草地度欣賞夜櫻，而秋天亦都有紅葉睇。連住心齋橋站嘅四橋站，呢間煎麵濃厚魚湯，叉燒有少少焦香，
煎麵係又扁又粗嘅麵，有咬口，可以加飯放落湯度一齊食。另外亦都可以揀 Tokyo X 豬肉做嘅叉燒，靚啲嘅，因為人比較多。有評論話食得比較趕。喺地鐵站2號出口一出嚟，有一間好高分嘅拉麵。喺最近嘅評論見到呢度都有 Tokyo X 豬肉，最出名嘅係蜆湯拉麵，睇落清淡，但係其實好濃郁。好多人都話老闆好 nice。呢個站其實離美國村好近，呢邊有一間有50年歷史嘅章魚燒。有評論話佢個醬同埋豉油都係特製嘅，10粒只係賣600 yen，外脆內軟，可以去隔離公園仔度食，亦都可以上2樓堂食，放入盒度攞翻酒店食都得。下個站就翻到南波4條線呢邊嘅南波站，好近 JR 南波站。呢個南波站2025年出呢條片嗰陣，淨係有去奈良嘅車，但係就冇大阪環狀線，班次相對疏落。呢一帶暫時比較靜，不過都有啲高分餐廳。黃金貝拉麵係呢間米芝蓮餐廳嘅招牌。評論話海鮮湯底好濃郁鮮甜，碗入面燒過同冇燒過嘅叉燒都有，兩種都好食。要注意嘅係佢喺近鐵站入面，要俾錢買飛入閘。去買拉麵嗰陣就會退翻啲錢。如果搭近鐵去奈良，上車前可以食翻碗先走。JR 站嗰邊有一間靚靚 cafe， 食 pancake 芝士梳芙梨嘅，3嚿起，差唔多要2000 yen，稍貴。不過唔少評論話佢哋嘅 pancake 真係好鬆軟。餐廳唔大，可以嘅話9點開門去食會比較好。難波八坂神社拜嘅係神話傳說入面嘅天神。呢座獅子殿好似話係攞嚟驅邪嘅，將厄運全部食晒，係一個幾特別嘅景點。下個站大國町，一落車行都唔使行，就轉到紅色魚塘根線去天王寺。呢間餐廳淨係開晏晝，手工製作烏冬、咖喱吉列豬扒烏冬，好多人讚好食。另外亦都有蠔烏冬，兩款都係數量有限，賣晒就冇。有個別評論話呢間嘢規矩多多，唔俾食嘢玩電話，俾講嘢等等。但係亦都有唔少人話店員好好禮貌。嚟到花園町站，有一間可以堂食嘅章魚燒，家族經營嘅餐廳，比較傳統。章魚燒冇醬，大約600 yen 10個，包埋碗章魚湯。有評論話章魚燒好有咬口，碗湯樸素唔油膩。好多人都覺得老闆一家人好好人，好親切。餐廳好有年代感，係 local 會去嘅。地鐵站另一邊有間居酒屋，150年嘅老店，好出名食雞肉刺身。lunch 可以就咁食碗當飯就走。星期六更加有雜錦雞肉刺身飯，只係賣1000 yen。另外亦都有親子檔嗰啲，價錢更加平。夜晚就做翻居酒屋，賣各種雞肉料理，仲有好多款酒飲。嚟到玉出站附近有一間碗湯好 creamy， 已經連續攞咗8年百名店嘅拉麵店。唔少人話拉麵湯好濃郁，食到嘅就係一碗正宗冇豬騷味嘅日式豚骨拉麵。亦都有唔少人讚煎麵好食，不過好似只係得星期六日有賣。去過大阪嘅人可能都會見過玉出超市，5顏6色吸引視線，出名啲嘢平，佢周圍都有嘅，唔使特登嚟玉出。呢間人氣烏冬店近下個站北加賀屋，佢個咖喱牛肉烏冬都幾出名。評論話佢個咖喱加咗果醬、yogurt 同埋椰奶，味道豐富，天婦羅亦都唔錯。要深入住宅區嘅呢間洋食店，獲得嘅評分好高。炸豬扒、漢堡扒上面淋一大劈醬上去，再配一碗大蒜濃湯。好多人話蒜味好重，要諗清楚先好去食。雖然係咁講，佢哋都俾好高分。最後嚟到住之江公園站，可以轉到南港新電車，翻到去 Cosmo Square 大阪港嗰邊，附近有個人工湖，間唔中會有比賽，就好似馬場咁。然後有班阿叔阿伯喺度買艇啊，有大大部電視，真係可以落住嗰種。啲選手似乎係有 fans 嘅添。樓上仲有冷氣，可以隔住玻璃食住嘢睇賽艇。再行遠少少，有一個溫泉，有好多唔同設施，足湯、桑拿房，室內室外池都有。佢仲有啲其他花神，會喺池入面可能加啲生薑、綠茶、檸檬等等。加錢嘅話，可以浸完溫泉，食埋嘢先走。唔少評論話環境舒服、乾淨，且有唔少本地人都會去。長忽學建綠地線，佢係大阪市中心最後一條地鐵，所以月台比較深，隔車明顯比較細格，同福岡地鐵嗰款好似，相對迷你，天花板比較低。市區有啲站好有特色，真係幾型。雖然係咁，
條地鐵都幾長，由海邊經過心齋橋，然後去到大阪城附近，再一路深入住宅區。由門真市嘅門真南站出發，下個站就係學建綠地站，容易同御堂筋線嗰邊嘅綠地公園站撈亂。呢度曾經係90年大阪花博嘅場地，當年唔同國家起嘅建築物都仲喺度，係睇紅葉、睇櫻花嘅熱門景點。不過因為公園好大，所以唔使同人逼。最出名嘅就係呢度有個風車，加前面嘅一大片花海，要行遠少少先去到嘅。地鐵站附近有一座溫泉設施，連鎖店嚟嘅，唔係京都嗰間。有露天溫泉，有牛奶溫泉，有唔同種類嘅桑拿。加錢嘅話，仲可以嘆岩盤浴，好受本地人歡迎。所以評論都話入面都會比較逼。金福學建站附近有一間好高分嘅拉麵，食拉麵嗰陣會俾張卡仔教你食，建議20秒就好打完卡。中途亦都可以擠啲檸檬汁落碗麵度。好多人話佢嘅雞白湯拉麵好 creamy， 好濃厚，加咗檸檬汁更加好食。另外佢個伊勢綠蝦湯就啲人話係 OK 嘅。遠少少嘅呢間 cafe， 我見到有啲外國遊客都會去食。佢嘅阿塞煲好吸引，放滿晒水果，另外仲有刨冰、水果、芋頭、雞蛋三文治、拉花咖啡，選擇好多，唔平，不過評分都算幾高。下個站蒲生四丁目。呢間百名店拉麵下晝3點就收檔噶啦，唔同種類嘅拉麵都有做。佢嘅叉燒拉麵、咖喱撈麵、吞拿魚生撈麵就唔係度度都食到，係一間好多人俾5粒星嘅餐廳。附近有間 cafe， 門口部車係佢嘅招牌，有放滿晒雜果嘅西多士、細細份，用新鮮土肉包住嘅刨冰等等。啲座位係大大張嘅絨布凳，唔少人都讚餐廳氣氛舒服。嗰邊有一間立食店，主要係食海鮮。特別係吞拿魚，差唔多有90年歷史嘅 local 小店，真係好 local。入面可以食煙嗰種，俾大約700 yen 就有一碗吞拿魚當食，又或者可以直接嗌刺身，再嗌杯啤酒。啲人話天婦羅都係 OK 嘅。跟住要講嘅呢間餐廳非常特別，食馬肉嘅，食一個 course 大約要4000 yen， 2位以上加1500 yen 可以任飲啤酒，有馬肉刺身、烤肉拼盤同埋馬肉炒飯。有人話馬肉嘅味道冇牛肉咁重，冇咁油膩，容易入口。行遠少少有一間溫泉，2023年翻新完，其實係錢湯嚟嘅，即係大眾澡堂，但係用嘅係溫泉水。Google 評論度見到有唔少外國人去，而且都話入面好乾淨。下個站就到京橋，唔係東京嗰個，喺呢度可以轉到大阪環狀線，亦都有京阪電車去京都，可以講係大阪東面最熱鬧嘅地方。唔貴而且高分嘅餐廳好多，個個喺 Google 都俾5粒星嘅餐廳。炸豬扒低溫慢煮，個個都話超級好食，皮好脆 ，juicy 軟熟都有好多人講。最平嘅炸豬扒餐2100 yen， 另加1500 yen， 可以任飲酒同汽水，不過就要喺網上 book 定先。啲人話如果加咖喱嘅話，咖喱好香，但係辣嘅。另外炸蝦，啲人都話係好食嘅。有一間居酒屋，其實係街邊檔，因為 Netflix 而出咗名。老闆係一位72歲嘅伯伯，老當益壯，對遊客對鏡頭好 friendly， 會親手攞住火槍燒吞拿魚。最多人嗌嘅係吞拿魚壽司、刺身、燒吞拿魚。有人話係去食氣氛，睇老闆表演多，價錢亦都唔係特別平。不過大部分評論都話吞拿魚新鮮好食，只係收 cash， 而且只係開晏晝，唔開夜晚。遠少少嘅呢間咖喱有個好特別嘅賣相，有醬油肉碎咖喱、日式高湯咖喱等等。可以揀一種，可以揀幾種，好巧妙咁將黃薑飯放咗喺中間，隔開唔同種類嘅咖喱，配菜同埋咖喱都係日式嘅。喺塔比洛度，啲食客好受落，距離地鐵站唔算近，但係都有好多人專程去食。地鐵站出面嘅 Coms Garden 啱啱裝修完，重新開幕，佢就係一個街坊商場，有唔少連鎖店，唔算好特別。隔離京阪電車站樓上嘅京阪摩就大得多，係日本最早期嘅摩。已經有55年歷史，唔少評論話走廊太窄，難揾路，難揾廁所同埋電梯。不過最近呢幾個月嘅評分都唔係太差，好多連鎖鋪頭都可以喺嗰度揾到。下個站大阪 Business Park 就係大阪商業園，戰前係兵工廠，後嚟起滿晒高樓大廈，附近都係展覽場地、表演場地同埋大阪城。呢個站嘅2號出口應該係最近大阪城天守閣嗰個，大約要行13分鐘到。呢邊有一個桃園，種咗大約200棵桃花樹，有唔同顏色、唔同品種嘅桃花，同櫻花開花嘅時間差唔多。梅林大約有1000棵梅花樹，
簡直係一大片梅花樹海。梅花大約2月就會開，紅色、粉紅色、白色都有，然後先到櫻花開。大阪城係有護城河嘅，御座船，官方介紹架船真係貼滿晒金箔，好豪華，唔使自己行都可以由唔同角度欣賞大阪城。沿住裏面條護城河兜大半個圈，一轉大約20分鐘，係一個熱門遊客活動，最好一早買定飛先。能夠容納16000人嘅大型室內場館大阪 Hall 係一座半沉降，喺出面睇落唔係好特別嘅建築物，但係入面非常之大，而且用咗好多吸音物料減低回音。好多演唱會都喺呢度搞，亦都係大阪馬拉松出發嘅地方。大阪 Business Park 係全大阪最深嘅車站，要預多啲時間搭電梯。呢一帶仲有唔少劇場、表演場地，同下個站深之宮都唔遠。喺深之宮可以轉到大阪環狀線同埋綠色中央線，大轉彎之後就會到玉造站。玉造稻荷神社相傳已經有2000年歷史，曾經係大阪城嘅守護神，係一個幾重要嘅景點。神社係戰後重建嘅，面積唔大，不過呢度有好多狐狸，佢係稻荷神嘅使者，而狐狸對伴侶忠誠，情侶嚟到可以買個狐狸夫妻造型繪馬。嚟到關西食關東煮，呢間關東煮好有人氣，多數要排隊，亦都歡迎外國遊客。我見到有唔少人推薦食蘿蔔、八爪魚，湯底偏清淡，每一款140 yen 起，可能仲平過去七仔買。有2間百名店拉麵，呢間極樂烏冬出名夠大份，烏冬非常粗，好多人都讚佢哋嘅烏冬夠彈牙。最多人揀嘅係咖喱炸雞烏冬，上面再加埋蛋花、烏冬、咖喱、蛋花3層食材，非常大碗，多到好容易滿瀉，大約1300 yen。胃口唔大嘅話，可以減量揀300 gram 嘅烏冬。同樣好高分，而且好大份嘅拉麵人生 Jet 600，嚟呢度係食湯底。有唔少人話佢加咗價之後冇咁抵食，不過好多評論話佢個雞湯超級濃厚，亦都有人話佢哋個醬油拉麵嘅調味係恰到好處，唔會太鹹。另外亦都有賣煎麵、撈麵，行遠少少有間 cafe，佢嘅刨冰好特別，方方正正嘅，成座塔咁。朱古力牛奶味係佢哋嘅王牌，裏面放咗朱古力同埋牛油，外面就係煉奶灑滿可可粉。自己一個人去食可以揀個迷你版，係唔平嘅，而且夏天去要有心理準備要排隊，入到去坐低咗都要等一段時間先食到。佢另外亦都有賣西餅、曲奇、朱古力可以帶走嘅嘢食。大阪市中心谷丁六丁目可以轉到紫色谷丁線。呢間中華 Soba 比較近長忽陸地線嘅月台，其實係一間連續攞咗9年8名店，更加攞埋米芝蓮嘅拉麵小店。佢嘅醬油湯底好多人都讚，話佢濃厚，但係唔會死鹹，有鮮味，甚至有少少甜味。唔少評論都話煎麵都好好食，因為喺住宅區唔喺遊客區，所以啲人話唔使排好耐隊。大阪城附近好出名嗰間 cafe， 呢邊都有，呢邊嗰間先至係本店，一樣都有人投訴啲 staff 冇禮貌。其他評論話啲包都係好好食嘅。之後會經過長忽橋、心齋橋，可以轉到界根線同埋最重要嘅御堂根線，中間再加多2個站，所以站與站之間嘅距離好短。松屋町站附近有一間 cafe， 其實係朱古力店，朱古力嘅款式眼花繚亂，王牌係朱古力巴菲，裏面有朱古力布甸、香蕉蛋糕、雲呢拿蛋糕，上面再加非常濃厚溶固咗嘅朱古力醬，另外仲有熱朱古力、朱古力蛋糕等等。間 cafe 係一間屋仔入面，古色古香，氣氛好超。西大橋附近有幾間靚 cafe， 非常近地鐵站嘅呢一間，好細間，只有4個堂食位，有好多款 cake 同埋曲奇，亦都有 pastry 幾款酥。大家食嘅款式都唔同，但係啲評價都係話唔錯嘅。行入少少嘅呢一間比較大間，坐得比較舒服。佢喺大阪都幾出名，唔少人會買佢哋嘅產品做手信，百貨公司都有賣。而呢度就係總店，有日本人話服務唔好，亦都有日本人話服務唔錯。一件 cake 大約要500 yen， 不過有好多人話係抵食嘅。地鐵站另一邊有一間日本傳統糕餅店，賣麻薯嘅，有10幾種口味，貴嘅，細個400、500 yen， 但係個個都俾5粒星話好好食，亦都可以坐低食，嗌杯抹茶慢慢嘆。唔少人話堂食嘅氣氛唔錯。地鐵站附近有間炸豬扒叫做 New Babe， 好奔放，隻碟好似太空船咁，將胡椒、檸檬、醬油等等所有調味料放晒喺碟度，
啲評論話豬扒好食，好 juicy。喺 Tabelog 見到有人話服務麻麻地，不過平日有1200 yen 嘅一口炸豬扒套餐，有6件可以免費加到9件。包飯包豬肉湯 CP 值好高，呢間喺 Google 要打日文先揾到嘅小店，出名食布甸，佢嘅 custard 布甸細細杯300 yen， 啲人俾嘅評價唔錯，見到啲相好似係 mousse 咁樣，啲人話軟硬適中，唔會太甜。另外仲有其他口味，例如開心果、蜜糖味。呢個站同埋下個站西長忽站附近就係忽江，唔係高雄嗰個，係時尚潮流區，所以呢一帶有咁多 cafe 同埋精品店。嗱，花通亦都即係橙街 Orange Street， 係賣家私古董嘅地方，遊客冇美國街嗰邊咁多。依家嘅橙街有潮牌店、古着店、精品店同埋 cafe。呢間 cafe 就喺橙街附近，蛋糕嘅款式非常多，價錢比較貴，一件要700 yen。每個人嗌嘅蛋糕都唔同，不過栗子蛋糕似乎比較特別，用鹹鹹地嘅蛋白霜嚟做嘅。呢個站附近有間好出名嘅拉麵店，有人話太重味好難食，啲麵煮得唔好，太硬一嚿嚿，亦都有好多人話其實唔錯，不過實在太貴，唔值得排咁耐隊去食。非常多人喺 Google 度俾1粒星，當中有唔少係日本人嚟嘅。但係喺 Tabelog 就反而有唔少人讚，特別係個煎麵1800 yen 都幾大份，大家都係嚟食麵嘅，麵餅大大個，評論話係用稀有小麥新鮮整嘅，係呢間鋪嘅王牌，出名到賣埋盒裝拉麵添。呢一間拉麵名氣冇佢咁大，但係同樣都係百名店。950 yen 豬骨拉麵，1300 yen 嘅煎麵，平唔少，好多人食過都話好，係傳統嘅日式風味。燒叉燒撈麵都有唔少人讚好食，不過最近有唔少評論話佢轉咗 menu，轉咗味道，轉咗用另一種麵，冇以前咁好食，希望食翻以前食開嘅拉麵。下個站大阪當前千代崎附近就係大阪巨蛋，最多可以容納到45000人嘅超大型球場，應該係特登起到成個宇宙飛船咁嘅。因為俾大集團冠名，所以亦都叫做京瓷巨蛋大阪。G-Dragon 三代目呢啲大明星都會喺呢度開演唱會，當然亦都係睇棒球嘅地方。跟住就嚟到總站大正，要轉翻大阪環狀線好容易，好多人睇完波、睇完演唱會會過嚟呢邊醫肚。呢區好似有好多祖籍沖繩嘅居民，有唔少沖繩餐廳，其中一間喺 JR 站橋底，有蕎麥麵、餐鋪羅、沖繩雜炒、豆腐、蛋、苦瓜、芽菜、餐肉炒埋一碟嘅小菜，仲有海運天婦羅、餐蛋三文治，一樣喺橋底嘅花京。無論喺 Tabelog 定係 Google， 其實係有唔少人話唔係特別好食。不過豚骨拉麵、清爽雞醬油湯拉麵都有幾多人讚唔錯。另外仲有炒飯，可以揀1份或者半份，收夜晚10點半。附近有間餐廳食燒雞肉嘅，有個爐放喺位前邊，食之前燒一燒雞肉先食，更加有雞肉刺身。評論話雞肉好新鮮，冰性、中性、特性，應該係指攞嚟燒嘅肉同菜，即係燒肉拼盤。另外仲可以加錢嗌酒、飯、其他單品。好多評論話呢間餐廳幾抵食，附近有幾間居酒屋都高分，呢一間冇位坐，企喺度食嘅，裝修好簡單。物價升咗，所以佢哋都冇以前咁平，每款600-700 yen。不過最近啲評論話都係好大份，好食抵食。雞肝刺身、吞拿魚生都比較多人嗌。啲人翻屋企去睇波之前會去飲翻杯嘅地方，8點就閂門噶啦。呢一間喺海邊嘅餐廳好受遊客歡迎，有人話老闆係韓國人，好多人都話佢哋好 nice。佢嘅炸雞、肉碎咖喱都有唔少人話好食。Tabelog 個分唔高，2020年有幾個評論都係冇俾分，但係又冇講原因嘅，所以拉低咗個分。Google Review 都有唔少日本人俾分，高達4.8分。睇嚟嘢食唔差，氣氛更加係唔錯。呢間日式飲茶，佢哋都有蒸點心食嘅，有蒸燒賣、小籠包，又有天津飯、擔擔麵等等，好似乜都有咁。但係佢最有信心嘅係煎餃，係餃子百名店嚟嘅。無論喺 Google 定係喺 Tabelog， 啲人都好似好受落，話餃子真係好食，而且服務好好。規矩係每人一定要嗌杯嘢飲，不過加2000 yen 就可以飲酒。呢條地鐵線唔係大線，不過沿途嘅景點、餐廳都幾豐富。同呢條線方向調翻轉嘅粉紅色千日前線，由離梅田唔遠嘅地方去翻忽江橙街嗰邊，再經過難波、日本橋呢
呢啲大阪最熱鬧嘅地方，然後去到大站鶴橋，跟住入翻住宅區，再多5個站就完。好多站頭先啲大線都講過，用呢條線嘅需求比較少，班次比較疏，就算月台可以容納8卡車，50幾年前通車到依家，一直都係用緊4卡車。由總站野田阪神出發，呢間中華梳吧無限喺 Tabelog 嘅得分好高，連續9年攞到8名店嘅稱譽，更加係米芝蓮餐廳。醬油叉燒拉麵係招牌，雖然價錢偏貴，唔少評論話碗麵睇落簡單，但係個湯濃郁得嚟，夠清爽，叉燒薄得嚟，好大片。好多人話服務好，好細心，而且餐廳好乾淨。呢一間 Yama-chan 似乎唔係連鎖嗰間，招牌係佢哋嘅北海道麵豉拉麵，味道濃郁。有人話佢哋嗰款麵係喺宅房空運過嚟嘅，叉燒係用豬肩肉厚切燒過下嘅。佢哋嘅特製凍綠茶拉麵好似出咗名，吸引咗唔少人嚟食。啲人食過之後，俾嘅評價都係唔錯嘅。炒飯都有唔少人話好食。地鐵站另一邊有間壽司餐廳都幾高分，得1位師傅做，得8個位嘅小店。唔少人話老闆係比較沉默寡言嘅。食一個omakase餐，12件壽司包3款前菜，同一碗麵豉湯或者茶碗蒸，4500 yen。好多評論話 CP 值好高，非常近地鐵站嘅呢間桑拿唔係溫泉嚟嘅，得凍水池嘅啫。嚟呢度真係嚟焗桑拿。2024年開幕，好新淨，唔平，1個鐘要1200 yen。不過啲評論話嚟到呢度可以專心焗桑拿，而且出面有位坐，好靜，可以好好放鬆。如果係情侶嚟，可以包廂獨享私家桑拿。呢個站叫野田阪神，係因為可以轉到阪神電鐵返梅田或者係去神戶，但係野田站其實係下個站地鐵玉川站連住嘅 JR 站。 JR 野田站有大阪環狀線，玉川站附近最重要嘅景點就係大阪中央市場，冇黑門木津市場咁多人去，但係其實一樣都有海鮮賣，規模好大。雖然係批發市場，但係都有餐廳，有啲鋪頭做散客生意。最出名嘅就係呢間100年老店中央市場 Endo， 有4種唔同嘅 set， 再加多碗麵豉湯係好貴嘅，1400再加10% 稅，1540 yen 5件壽司。但係無論喺 Google 定係 Tabelog， 啲人都係話好食同埋好新鮮。場內有一間傳統餐廳，冇咁遊客 oriented， 海鮮檔大約1900 yen， 仲有鐵火檔，即係吞拿魚飯。啲人話食材好新鮮，而且老闆娘好 nice。主要客源原來係喺市場裏邊返工嘅人，所以除咗海鮮，仲有好多定食，炸豬扒、豬肉生薑燒嗰啲。5點一早開門，下晝1點收檔。市場附近有一間食鰻魚嘅餐廳，好似係連鎖嚟嘅。鰻魚係喺百貨公司都有得賣嘅品牌，不過大阪市區好似淨係得呢一間，亦都係本店。Tabelog啲評論話佢哋嘅鰻魚係關西風嘅，落咗 order 之後，串起鰻魚直接攞去慢慢炭燒，燒得好香脆，外脆內軟，3000 yen 起跳。呢邊都有高分咖啡，相對於啲蛋糕，咖啡先至係重點。佢嘅咖啡原來係2019年大阪 G20 峰會嘅咖啡供應商，喺度除咗賣咖啡，仲有好多唔同品種嘅咖啡豆。不過有人話好似係暫時未開返堂食嘅。呢間咖啡啲德國蛋糕，有評論話係冇其他西式蛋糕咁鬆軟，而且有啲酒味。阿波座站可以轉返綠色中央線，西長忽站可以轉到淺綠色長忽學見綠地線。英川站有阪神電鐵去神戶，亦都有南海電鐵。嗰個站比較冷清，比較原始。有另一條線唔係返機場嗰條，搬咗新鋪，但係都喺附近嘅呢間鋪頭賣可麗露，有酒香嘅法式小蛋糕嚟嘅，細細嚿150 yen， 一盒8嚿1300 yen， 有唔同口味，例如抹茶、黑糖、咖啡，每款賣相都唔錯，好精緻。雖然係遊客名店，但係就算喺日本人常用嘅 Tabelog， 唔少評論都係話外皮好酥脆，但係入面依然好濕潤。staff 亦都好 nice。 呢個站其實都近頭先提過嘅橙街，喺地鐵英川站過橋去到嗰邊有一間百名店 cafe， 佢嘅忌廉泡芙係招牌，大約300 yen， 外面酥脆，裏面真係濃厚嘅鮮忌廉嚟嘅，口碑好好。蛋糕嘅款式都有好多，其中栗子蛋糕、朱古力蛋糕都有好多人話好食。呢一間裝修非常特別嘅餐廳，入面嘅擺設 poster 五花八門，仲有泰國佛像，其實係食湯咖喱嘅。
有唔少人話係偏貴，但係好食嘅，特別係雞肉咖喱。亦都有評論話蔬菜好豐富，而且唔會太辣。呢頭有間溫泉，有2間分店，其實係錢湯，好有年代感嘅。2間都俾有紋身嘅人入去。遠啲嗰間出面裝咗修，但係入面應該都係舊嘅。近地鐵站嗰間負評相對上比較少，開6點至到凌晨12點，啲水都係比較熱，都係收520 yen。然後就去到南波日本橋谷丁九丁目，轉到紅色御堂筋線、啡色大筋線、紫色谷丁線，然後就到鶴橋站。鶴橋係韓國城嚟嘅，地鐵站隔籬嘅商店街裏邊有800間鋪頭，唔少都係韓國商店，賣小食、賣雜貨、賣衫、賣泡菜。唔少人話喺呢度見到戰後經濟啱啱開始復甦嘅畫面，即係好復古，好有年代感。唔少鋪頭招牌真係好舊，而且入面嘅巷仔狹窄，好似迷宮咁。不過大部分人都話氣氛好特別，大部分人都俾4粒、5粒星。而大阪韓國街、大阪韓國城喺御幸通，其實同鶴橋站有啲距離，就好似去咗韓國咁，成條街都係韓國餐廳、小食、韓星周邊等等，好受年輕人歡迎。不過好似夜晚啲鋪頭就會收晒。鶴橋站都有溫泉，佢有藥石房，即係韓式汗蒸幕，入面有好多間好傳統嘅韓式汗蒸幕，有幾個露天風呂、桑拿，好似話有好多外國遊客會去。有人話太多人，係旅行團會去嘅地方。亦都有唔少評論話遇到比較嘈嘅客人，冇以前咁好。啲人話私人湯屋係唔錯嘅，1個鐘頭4000 yen，間房都幾大間。鶴橋一帶有好多燒肉店，最出名嗰間日式餐廳嚟嘅，喺台北落非常高分，個個都話好食，特別係牛舌。2個人起嘅套餐，每位大約5000 yen， 1至3位嘅用餐時間限時90分鐘。有人話入面節奏好快，好難預約到，店員態度強硬。亦都有人話因為唔識日文，餐廳唔願意接待。地鐵站另一邊有另一間燒肉店，店名荷羅蒙，原來唔係荷爾蒙，係處理肉類嗰陣本來要抌走嘅內臟咁解，一碟一碟咁嗌嘅。前面個爐細細個，自己一個去食都冇問題嘅餐廳，肉類款式非常多。喺台北落度，好多人話內臟特別好食，雖然鋪頭細細間，而且要排隊，但係 turnover 好快。不過喺 Google 度都有唔少負評，話貴咗好多，態度唔好，趕人走之類。如果要飲酒慢慢嘆嘅話，就唔好揀呢間啦。都喺嗰邊嘅韓國餐廳，專賣人參雞嘅人參雞御膳，係一個嚟咗日本50年，叫做朴三純嘅韓國人經營嘅其中一間餐廳。半隻雞包7款小菜，仲有柚子雪糕做甜品，大約2700 yen，好似仲平過喺韓國食。餐廳裝修好靚，吧台設計可以見到廚師喺度煮人參雞湯。人參雞有人話好普通，有人話正宗，不過限時60分鐘，同埋係唔做晚市嘅。喺地鐵站附近嘅吉田有燒肉拼盤、海鮮煎餅、冷麵，就係一間韓燒，裝修比較傳統，好似係老店。牆上黐滿晒啲簽名，肉有平有貴，逐碟嗌嘅話，整體價錢偏貴。Lunch set 燒肉都要3000 yen，不過啲人話肉質好好，亦都有人話叫幾盤肉，每人平均5-6千 yen 都食得飽。呢間居酒屋叫做 Sakana no Kimochi， 魚的心情，出名食海鮮，魚生好受歡迎，魚生拼盤係招牌嚟嘅。另外仲有其他刺身、壽司、吞拿魚卷、天婦羅，睇落價錢唔貴，個個都話海鮮好新鮮。雖然係韓國城，但係都有百名店拉麵，佢嘅醬油叉燒煎麵好出名，叉燒肉好厚，麵條比較粗，好多人讚佢夠鬆軟，滑捋捋，同碗湯好夾。亦都有唔少人提到餐廳會送一碟泡菜，亦都可以加錢配雲吞。雖然係名店，但係評論話服務好好，而且價錢唔貴。仲有一間大阪燒，好多名人嚟食過，好多韓國遊客會去食。淋滿晒蛋黃醬嘅大阪燒1200 yen， 唔平嘅。大部分評論都話好食，有唔少人話大阪燒份量足料，炒麵一般，但係個醬汁好正，服務亦都唔錯。原來鶴橋有咁多嘢食，講極都講唔完。下個站金里呢間拉麵都有唔少外國遊客去，黑醬油拉麵有啲二郎系嘅感覺，好大份，湯底味道濃，係貝枝拉麵，豬油味香，蒜味重，上面放埋炒椰菜同埋肉片，啱重口味，肚餓嘅人去食。塔比洛嘅評分都唔錯，
離地鐵站比較遠，但係其實好近鐵站嘅呢間鐵板燒，食 A5 和牛嘅5款海鮮加120g 嘅和牛套餐6000 yen， 唔食鐵板燒食壽喜燒都係食 A5 和牛250g 平少少。唔少評論話價錢合理，甚至係 CP 值高。餐廳氣氛熱鬧，服務 OK， 坐得舒服。再下個站新心江，深入住宅區會揾到一間出咗名嘅老店，吸引咗唔少外國遊客去食。得一位婆婆自己做，所以要慢慢等。佢嘅滑蛋炸豬扒飯上面再加多隻生蛋，都只係賣700 yen，抵食得嚟，個個都係話好食嘅。另外咖喱飯啲人都係話好食嘅。轉咗個大彎嚟到小路站，地鐵站附近有一間燒肉店，喺出面覺得好日本，其實係韓式燒肉嚟嘅。喺台上面放部電磁爐，然後再放塊大鐵板上去燒肉。另外可以嗌 chili tori wo， 用個方方正正嘅鐵盤，一大盤泡菜、肉、內臟、芽菜等等咁食。最後仲可以加啲紫菜炒埋個飯，好受歡迎嘅餐廳，要預約先食到。有2間百名店拉麵，其實喺近鐵布斯站行過去會更加近。呢一間魚係拉麵，招牌係真雕白湯拉麵，評論話魚湯非常濃厚。比較特別嘅係呢一款睇落灰色好似芝麻糊咁嘅湯拉麵，其實係用咗黑沙甸魚嚟做。另外亦都有期間限定嘅拉麵，最近做過河豚湯拉麵、安江白湯拉麵。另一間個個都嗌大麥麵豉拉麵，一碗有2塊叉燒，價錢加叉燒嘅話，個賣相就會係咁。唔少評論話個湯係甜嘅，而且會有少少辣。佢就喺近鐵站附近，加咗價，一碗拉麵大約1100 yen。比較近下個地鐵站北信站嘅係一間專門食河豚嘅餐廳，見到有唔少外國遊客去食 Tachili 河豚火鍋2500 yen 一位，然後可以再嗌白子刺身，即係生食魚嘅蒸炒、炸河豚等等。喺 Tabelog 度有唔少評論話白子好好食，而且成餐飯都好抵食。餐廳呢個名同大阪其他餐廳同名，所以如果想食河豚嘅話，打埋北信會容易啲揾到呢間。跟住就去到總站南信，呢條線唔長，而且好似冇乜人搭咁，但係沿途經過嘅住宅區都唔錯，而且仲有唔少好嘢食。仲有最後一條地鐵未講，橙色金里根線，全線都喺住宅區，亦都似乎冇乜特別景點，我就偷懶唔講啦。喺地鐵路線圖度見到有個巴士 logo 嘅橙色線，其實係地鐵金里根線嘅未完成部分。06年通車到而家都未有興建計劃，最近幾年安排巴士運作頂住先。有唔少頭先提過嘅餐廳都係本店，但係都有分店，所以喺 Google 度揾見到其他地方都有，都唔出奇。好多餐廳都唔收卡，只係收 cash。好嘅餐廳其實仲有好多，我只係拋磚引玉，亦都可能加咗價、搬咗鋪，等大家慢慢發掘。善用 Google 最低評分嘅功能，睇下啲人對於個景點、對於間餐廳主要嘅投訴係咩，例如太貴、服務唔好、用餐時間短等等。如果唔介意嘅話，其實可以照去。至於有啲咩 pass 好用，大阪仲有冇其他鐵路去京都、奈良、神戶點搭車，就留翻下條片再講啦。呢條片真係好長，多謝你睇到嚟呢度，或者跳過嚟最後睇下我仲有咩好講。多謝你收睇，我哋下條片見，拜拜。